们现在香桃要唱歌的美女已经非常的紧张了。然后我现在 CPU 就会过载。他现在太热了，他现在太热了。但他本来就比较容易害羞一点吗？不知道，我今天跟你第2次合作。平常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吗？他说不是，他说不是，你的粉丝说不是。对，这样。啊，你没睡饱？没睡饱，可是他刚刚说他睡不饱。好了，给你点台阶下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辛苦。